So nice, so nice, I got you. Wow! 是来自中国咱们非常低调的一位选手，他的名字叫小明。哦，他穿的衣服跟我撞了。这位老挝的选手也是非常厉害，他们全国只有4支 B-boy 队，能跳他成这个样，非常敬佩，非常敬佩。希望我们中国好 B-boy 拿来主义一下。OK, one round each.这一场真的是硬碰硬，两个都是同门师兄弟一样，都是玩 power move 的，而且两个玩的非常不错。特别是小明这几套招，昨天可没上啊，今天藏着呢。用一个这么低调的名字，不知道是不是战术 ？OK, judges, 3, 2, 1, goes to C6， 同样掌声送给小明。